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目前台南市受疫的相关管制，由农业局畜产科管理，甲其他县市由动保处管理无同，而且动物麻药却是由卫生局管理，所以管理状况相当无明确。第二前就造成一只流浪狗因为麻醉药过量来死亡。对此，议员下晡召开记者会，希望厘清责任归属。古水毛小孩是济爱饲宠物的人士心中的宝贝，就算是流浪狗啊，也是有真济爱心人士会去照顾。但目前台南市兽医甲动物麻醉药等相关法规的管制责任归属相当无明确。议员表示，日前就出现乌白用动物麻醉药的状况，害一条性命白白牺牲。一瓶是掺有所谓叫安维他命的。它是管制药品，这一瓶叫做舒乐，它是没管制的。那当这个管制药品要对流浪狗催件的时候，协会就可以自己催件吗？那这样他触碰了什么法律？他把狗催件到死掉，好，抓流浪狗的时候直接把它催件就死掉啦。那这都不需要，这是触犯什么法？我想药品管制对卫生局来讲，伊强调的，他都非常的严格在把关，因为伊讲的一个药品如果用了无好，一条性命都无去。不过性命不是针对人来讲尔，针对只要有性命的人，只要有是每一种动物如果有生命的话，它都是要值得来尊重的。所以对人的药品，既然我们卫生局严格在把关。那对毛小孩的药品，为什么不是由卫生局来把关？这个好像有点落差的非常的大，落差非常大。因为相关责任分别伫咧农业局、畜产处、动保处甲卫生局这3个单位来负责，分甲相当的有，也演变成为代志发生了后，责任归属无明确的状况发生，互爱动物的爱心妈妈伫咧现场愈讲愈伤心。催件催完了以后，那个人竟然没有去追踪，就1个钟头就跑掉了。就学生也笨笨的，也不知道怎么去追。就等到追到的时候，送到上群，就有医生叫我去，他说药剂太大，他在做。你知道那只狗它死的时候，整个嘴巴都一直在冒血，还有那个眼睛都不闭的，那个手脚都硬的，身上还是热的。2个钟头的事情就这样当场死亡，在我的面前。在催件，你用的麻醉药就有它管理办法。那好，如果刚才谈的，如果用了麻醉剂，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们的卫生局他会知道，他们的这些麻醉药的管理很严格。没有用麻醉药以前，那麻醉药在我们那边呢，都每个期间他们都要来检查，看有没有依照那种标示。剩下多少？这个管理结果，那动物医院他们也这样的管理，都在这边的管理。议员打算伫咧后一个会期全面检讨台南市政府这款的做法，将要修法，互动保处统一管理，互动保处方便管理兽医甲动物麻醉药相关的管制，避免类似的遗憾事件再次发生。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民进党中央党部妇女部11号南下台南，甲妇女团体对话交流，要来听取在地声音，希望未来提供妇女伫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更较侪协助。为了串联妇女团体互相支持，民进党中央党部妇女部11号这天来到台南市妇幼关怀协会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姊妹啊朋友对新政府上台了后的建议，展现诚恳谦卑的态度。双方也希望透过这届访视，增进互相之间的合作。因为主席现在因为国安的这个规
规格比较复杂，所以都有特别交代，就是妇女部这边一定要到地方来，然后倾听我们就是各位姐妹的心声，然后当她的这个眼睛跟耳朵还有嘴巴。然后帮她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去多听听我们社区妇女的这个声音，然后也希望各位姐妹能够把这些声音让我们妇女部知道，那我们可以带回中央，然后让这个我们的总统可以知道我们各位社区妇女的这个意见。那这也是主要今天要来拜托各位姐妹的。今天也是蛮高兴的哈，有这个机会哈，让蔡主任呢莅临我们的妇幼关怀协会哈，让我们姐妹呢可以大家有什么意见哈提出来，让主任知道，然后就是直接就是跟我们的蔡总统建言哈。女性对家庭社会拢扮演着真重要关键的角色。新政府未来伫订立相关政策方面，也会更加重视达到两性平权的目标来努力。台联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因这波精灵宝可梦的热潮，台湾文学馆无条件开放民众入来掠宝，因为官方嘛希望借此吸引更较侪人潮，做伙来迎接8月17号将要登场的全国巡回册展。同时听市长赖清德亲身演讲，推广阅读。台湾文学馆的听声建筑，对1916年落成到当都合满100档，加上该馆位伫孔庙文化园区，附近有侪景点的优势，成为近来精灵宝可梦的热点，嘛，互官方大方开放民众入来大厅掠宝，互新科技的精灵甲旧建筑融合做伙。毋过，官方嘛强调，除了大厅、走廊甲外围，其他展览馆为了珍贵的文物甲民众安全，才拢挂上禁止的标示，请民众配合。国立台湾学馆呢，位于台南市的市中心，那附近呢又有很多古迹景点，其实游客平常就很多。那以我们文学馆在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尤其现在宝可梦的这个游戏又这么的热。那其实我们也希望，除了这个地理的优势以外，人们进到我们这个馆来抓这些宝物这神奇宝贝或者是这些精灵，那其实还是希望他看我们的展览。当然，因应这波宝可梦热潮，17号将要伫台文馆所举办的105年全国巡回册展，来希望借此吸引人潮。重点嘛，希望大家暂时放下手机来享受阅读、讲座等等相关精彩创意气质。那刚好呢，8月17到8月28号，在我们馆里面也有办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全国书展的一个巡回展。那台南场次的部分就是在本馆，那这个场次因为是一个蛮大型的活动呢，它是会从我们的文学光廊一直延伸到文资中心的部分，所以呢，这个活动除了图书的展示，各类型的图书都有，还有它有很多活动，8月20、21有市集哦，会封街，所以非常欢迎大小朋友都一起来。有机会来台湾文学馆，除了掠宝，也是爱感受文学、册芳一举两得，才袂无彩一撮行程。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最近宝可梦的热潮，互真侪人拢行出户外掠宝。不过，医师提醒，天气热一定爱加补充水分，并且1-2点钟就爱上便所。因为最近就有一名女大学生伫户外耍宝可梦。水啉了少，佮长时间无上便所，引起尿道感染，所以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名20岁的女大学生最近迷上耍宝可梦，因为伫外面感觉找便所无方便，所以水啉了无济，再加上天气热，一直流汗，所以小便也变少。后来开始发烧、甲腰痛，到病院诊断，才发现是尿道感染，甚至佮引起药剂脓疡。后来经过开刀，再下病抗生素治疗，才慢慢改善。我们在门诊那遇到一位20岁的女性，她本身目前是大学生。那因为最近沉迷于宝可梦的游戏，所以她跟着男朋友到处去抓怪。那在抓怪过程中，因为她担心在一些地点那没有
上厕所会比较困难，所以他就尽量避免喝水，然后而且还憋尿，再加上天气很热，一直流汗，所以他一整天没有排尿的情况下，到最近这几天开始陆续会有小便不舒服，那以及小便会解不干净的一个现象。那一开始呢，他不以为意，那不过过几天之后开始有发烧以及腰痛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就到我们门诊求诊。那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原来他罹患了尿道感染。那除了尿道感染以外呢，它影响到肾脏的发炎，造成肾脏有化脓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帮他安排了紧急的化脓氧的一个引流，再加上辅助抗生素的一个治疗，然后病人的发烧才会慢慢退下来。医师指出，身体的水分伫热天容易透过流汗的方式排掉，尿量减少，都无法度将尿道的细菌冲掉，因此造成感染。所以加补充水分，并且养成1-2点钟到上便所的习惯，这是预防泌尿道感染上有效的做法。感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府为了解决长期饲蚵仔业者所使用保利龙辅具的污染问题，虽然强调现在渔民申报回收率拢至少是96%以上，不过看在民间环保团体眼中，依然无及格。因为每一档4月到6月，台南海岸线的污染同款存在，所以要求公权力一定要彻底解决。根据台南社区大厦针对饲蚵仔批价勇士生涯当中所需要的保利龙，不管是回收使用当中所产生的废气污染，或者是喙甲无法度回收的问题，其实对2005年2林溪开始的观察记录，一直到今年超过10档，发现其实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市府已经持续向渔民宣导奖励申报加回收的机制，以及推出替代铺具的试验。不过，现况看到的，每一档4月到6月，污染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目前台南这边海边最严重的就是客家保利龙的问题嘛。那保利龙的污染一直是我们台南市的痛，而且它的产出量大概占了我们全国一半以上，以上的量哈。那每年我们大概用了20万个左右的保利龙。那以今年市府来讲，他们光回收的部分大概就有1万多，那还有很多是直接都冲在沙滩上面的。那保利龙它会很容易破碎，所以它除了大块保利龙外，它有非常多的屑屑。那这些屑屑其实是很难清，那也会造成海洋污染，甚至透过食物链，其实它会再回到人的身上。对此如何分阶段彻底将保利龙问题解决，甚至发展一般性蚵价生态，避免违法分销，环保团体嘛呼吁政府一定要提出霹雳。我们其实希望我们市府必须拿出短中长期的计划。短期的部分我们希望把保利龙换掉。那相关替代材质的论述，成大也有研究，国内其实很多研究你改成 PE 或 PP 发泡，其实它就不会破碎了。这是很容易解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中长期计划的部分，可以把这种一次性蚵棚的这种概念换成不要一次性，因为在国内的研究报告上面也有讲到说，我可以应付台风天大风浪，我的蚵棚我要怎么样做固定，相关的应力要怎么解决，这个研究报告都有。那我们在国外也看到说，像西班牙他们把蚵棚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行为跟观光做结合。你看台南市是一个低碳城市，在成大的研究报告上面也提到说，1平方公尺的蚵棚，它每天可以吸收0.78公斤二氧化碳。这是完全符合我们低碳城市所需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中长期计划，我们希望把牡蛎养殖这个东西好好的辅导，然后变成一个定制性的、长期性的，然后不会有污染的，而且是促进观光跟生态富裕。多功能的一个好的产业。如何在无破坏海洋环境生态作为前提，可以当兼顾渔民的生计，甚至发展永续观光，拢值得市民持续关心。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向往有你陪着。是哪个方向？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打开一本书，每页在。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安平古碑节这项传统，到今已经有164档的历史。每一档庙方拢会伫庙前搭古碑进行普渡法会。今年佮首次举办8个传体验，要互大家认识古碑节这项传统。古碑节这项传统，相传伫清朝出现，是全台湾唯一的古碑法会，主要是普渡境内水陆好兄弟。流传至今已经有164档的历史。今年庙方为了推广，佮结合8个传的体验，互信众参加这项充满神秘的宗教仪式。古碑节是规台湾全省唯一的迄个古碑节，这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啊，阮这又是毋是甲有，因为前台有3个迄个古碑，但阮这毋是咧唱歌。阮这是咧拜一寡好兄弟仔起来迄个下，因为这就是较早伫日据时代，就是有一个阮是即个社里内，阮有一个姓陈柱单挑，伊嘛是一个庙里一个老大，因为伊是去船头行举货，失手拍死人，所以遮户民有来讲会当互平安转来，过无偌久真正平安转来，所以遮庙边的人遮来较来讲无，咱用一个古碑来互好兄弟爱老大公因遮来搭车。古碑节活动最高潮将伫8月11号暗时7点开始。庙方表示欢迎大家来现场参观，互这项台湾独有的传统会当继续发扬光大。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团体幸福滋味职业训练足甘心面包义卖活动，11号伫昆山中学举办，接触典型校园职业训练时所学到的手艺，也将这次义卖所得关乎南家扶中心，作为助学金，达到回馈社会的目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委托社团法人台南市观光协会。办理105年度产业技术人才培训驻点建立计划，11号伫昆山中学举办成果义卖，接着爱心活动，互学员展现学习的成果，并且将义卖所得捐予南台南家扶中心，协助社会上更加弱势一点，建立优秀的积分品牌。烘焙技术全面包了这样一个产训专班，他们30位学员。在结训以后，来回馈社会举办一个爱心的一个义卖。那我想，所有的学员都是非常用心努力学习。那学得一技之长以后，可以来发挥他的专业，那用爱心义卖的这样一个方式也把义卖所得捐赠给我们南台南的家扶中心，关怀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学子在这里附近陈大城还有长隆新城，还有家乐福后面一些里长也十分卖力的帮忙把这一次的义卖能够做得好我们这次义卖全部的所得会捐给南家扶做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台南市家扶有很多需要我们社会人士帮忙的地方。那学校是一个公益团体，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热衷于参与这种公益活动。也希望借由这次活动，能给家扶的小朋友带来更多的生活上的必须要的东西，也增加他们的生活上的乐趣。这届义卖活动将伫11号到12号，以及18号到19号真4天举办，推出真济俗佮好食的面包。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到现场选买，会当鼓励这学员，佮会当帮助经济弱势家庭。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以推动关怀弱势服务为目标的台湾水利人文关怀协会，这次甲安平区公所合作，将伫8月18号下晡2点半，伫旋转海鲜宴会馆举办爱心音乐会。到时将有多位艺人参与表演，并同时邀请弱势朋友免费到场观赏。
设立伫安平的台湾水利人文关怀协会，以推动关怀绿色服务、提倡人文活动为目的。这次伫协会理事长方俊的促成之下，将举办一场爱心音乐会，特别邀请多基老人、养护中心的长者、甲中家修理户等等，免费到场观赏表演，并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唤起大众对社会绿色的关怀。这一次呢，我们第一个从0到这么多呢，到1个多月的时间哦，第一个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目前的成果呢，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因为那个名声已经都喊出去啊，我相信8月18号那一天呢，会车水马龙，一定会很成功。希望说借这一次的爱心演唱会呢，抛砖引玉，希望讲愈侪社会呢，善心的人士呢，会当对我们的脚步来行，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我们会一直走下去，而且会走得更好。我们希望说，社会需要我们帮助的每一个角落呢，很多弱势族群，很多独居老人，很多老人呢，都需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帮忙他。政府做不到的，我们来做。协会理事长方俊特别邀请到吴胜梅、张文琪、彭恰恰、许孝顺、蔡秋红等多位艺人作为参与这场盛事，也希望该场音乐会会当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较多人来响应爱心活动，帮助绿色。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避免今年这一季男女朋友约会无做好性行为的保护措施，因此有新，所以有人建议会当食事后的避孕药来补救。对此，医师强调，事后的补救其实并无保险，失败的比率也是真高，所以也是要知影事先保护家己。根据了解，一旦寒暑假，特别是情人节过后，男女朋友因为一时爱恋，无做好性行为的保护措施，就容易产生有新的意外。加上一人认为唔免烦恼，只要事后3天内食避免有新的药啊，同款会当达到效果。不过，基于妇产科医生徐英伦表示，上好的保护方式也是专停使用保险套，其他方法特别是事后补救，其实拢无保险。一般在事后避孕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失败的几率，所以不建议男女在激情过后，借由这个侥幸的心态，想说可以避免借由事后避孕药来避免怀孕，它的成功率还是不是100%，没有到像保险套这么的好，所以建议民众在激情之前，还是先做好准备，然后以避免有遗憾的事情发生。最好的避孕方式还是借由保险套。以及说每个月固定服用的事前避孕丸，这样子效果比较能够达到接近100%的效果。两性的交往约会也未到婚后拍算有实的程度，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除了保护家己，嘛保护对方。当然，事前的避孕方式，除了定期食避免有新的药啊以外，因为个人的体质甲需求，嘛建议寻求医生协助，采取对本身上界适合的方式。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多云底渐转雨，也则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落雨记录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到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